在《庆余年》的故事中，充满着勾心斗角，很多人物不到结局，观众们甚至连正反派都分不清楚。比如心机深沉的陈萍萍和人畜无害的庆帝等等。那么《庆余年》中城府极深的人物都有哪些呢？为此，乐风翻阅了大量资料，列出了以下10位人选。城府由低到高依次排序，主角范闲竟然只能排到第7，如果不是自带光环，恐怕早就被老狐狸们玩死了。第10位严冰云。严冰云作为四处主办严若海的儿子，从小就一直被严若海培养，更是将其送到了北齐中，成为了潜伏密探。仅几年的时间，严冰云就成为了北齐间谍总头目。如果不是长公主故意将严冰云身份透露出去，恐怕他也不会暴露。能够在龙潭虎穴中游走自如，严冰云的智商绝对不低。而原著中对于他的评价是智计卓绝，还能一直保持着非人的冷漠和平静，这点也是范闲所不具备的。第9位萧恩。这位北齐的秘密情报负责人，是当初第一个进入神庙的人。虽然只是从叶青梅那里获得了一枚伟哥，但是却成为了让南庆闻风丧胆的秘密情报处，并且行事心狠手辣，没有道德底线。如果不是陈萍萍当初将萧恩擒住，恐怕南庆和北齐之间的格局如何是不能够下定论的。所以这也是陈萍萍在救出庆帝的同时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都要将萧恩拿下的原因。这个特务头子存在一天，对于南庆就是巨大的威胁。第8位二皇子和长公主。这一个是2人组合，二皇子李承泽和长公主李云瑞单独拎出来一个人，就是心智双绝的存在。李承泽早期十分善于伪装，就连范闲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都未能看破他的伪装。李云瑞更是一个疯批婆子，手段狠辣而阴狠，甚至为了目的能够牺牲自己的女儿。这2人的组合也能算得上是智力卓群的存在了。如果不是庆帝智商过于碾压2人，恐怕大东山的时候庆国的格局也将彻底被他们2人更改了。第7位范闲。范闲出生就带着现代人的记忆，可以说是直接给了个金手指，而且作为主角，智力方面自然也是能够进入前10的。毕竟从儋州刺杀开始，范闲就一步步的查清楚究竟是谁在跟自己作对，甚至不动声色的就将那些人拉下了马，还能将自己置身事外。可以说城府完全就能够碾压绝大部分人，但是在那些老狐狸的眼中，范闲做的那些事情也都是小伎俩罢了。第6位司顾剑。在原文的定义中，司顾剑是一个傻子，蹲在大树底下玩蚂蚁的傻子，还是杀掉了自己全家人的傻子。但不可否认，司顾剑是真的大智若愚，因为每一次战队，司顾剑从未错过。比如最开始选择了叶青梅，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宗师，临死的时候将东夷城全部交给了范闲，以此来保证了东夷城不被其他2国吞并。只不过司顾剑的聪慧并未主动表现出来过罢了。第5位林若甫。作为宰相的林若甫有着奸相的称号，也是庆国之中难得一见的能臣。庆国前些年能够国泰民安，林若甫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大，他十分的能隐忍，也能够决断。在原著中，杀掉林拱的其实就是五竹。当时林拱死后，林若甫便马上同意了范闲和林婉的婚事，并且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监察院和范建这边。之后在发现庆帝有了别的想法后，立刻选择了辞官，放弃了手中的名望和权力，成功保住了自己家族的安稳，一直活到了大结局。如此心计，不可谓不聪明啊。第4位战豆豆。战豆豆是北齐的皇帝，还是女扮男装的皇帝，能够成为一国之君，也足以证明了战豆豆的头脑十分的好用。毕竟这没点智商如何带得起一个国家呀？女扮男装10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被发现，还抽空跟范闲生了一个女儿，就这样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不得不说，能够安稳坐上那个龙椅，并且将自己的国家经营起来的皇帝，没有一个是缺心眼的。第3位范建。范建作为叶青梅带出来的3小只之一啊，从小就跟随着庆帝，跟在庆帝的身边也学到了很多。在叶青梅死后，范建便立刻将自己的儿子跟范闲互换了性命，让范闲前往了儋州生活。如此狠辣的决断，绝非是那些优柔寡断的蠢货可以做出来的。在范闲成长的过程中，范建也不止一次帮助范闲擦了屁股。毕竟范闲明面是他的私生子，兜底的事自然是要他来。对于当朝局势判断十分的清楚，足以进入前3之列了。第2位陈萍萍。陈萍萍虽然真实身份是个太监，但是被叶青梅培养成了监察院院长后，心眼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尤其是叶青梅死后，他一直在暗中追查叶青梅真正的死因，但是却从未在表面上露出一点儿。同样也是通过了一切手段去保护范闲，可谓是最爱范闲的义父之一了。只不过陈萍萍最后死得太惨了些，他跟庆帝之间是有着大宗师实力的差距呀。第1位庆帝。要说整部《庆余年》中智商最高、最能隐忍的人，那么当属庆帝无疑了。他当初为了将庆国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直接设计杀掉了叶青梅，还将自己摘出了这个事情的中心，让范建和陈萍萍最
初都不知道幕后真正的黑手是他，之后更是一直隐藏自己大宗师的实力，将洪四祥推到了身前当做诱饵，谋划了10几年，终于在大东山中做掉了其他2位大宗师，为自己一统天下做出了准备，更是同时着手处理了京都中有2心的人。大东山之战以12鸟之计，堪称完美，城府绝对是碾压全剧的存在，尤其是个人实力和权力也都是最顶尖的。如果不是范闲的主角光环，拿什么和庆帝对抗啊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觉得庆余年中还有哪些城府高的人物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